哦，迷信。爱做正确的代志，苦思你也袂当甲他收回金属啊。哦，你需要咱并不阿姨，咱需要你啊。
清道夫红台廖邦，廖邦。刚才讲话，我是讲，拄则应该有一寡选项我未选着。哦，伊会见到伊啊！哦，那落去。等一下，所以我哪个选对的话，左家应该可以录。安卡。安康无印象。
啊，哦啊，哦，乌的无看过吧？我们记得是谁？这个主要是。我声是毋是有问题啊？应该无。无人呢？别笑。无惊死人！我想走来你啊！无惊死人！已经讲了，很紧。啥情况？哈？哦，没得。哈哈哈哈！诶，眼睛。哦，我喜欢你家，可以。啊，如果会出代志啊，你才会啦，嘛全会做做样个。下一个啊，哦，五两分。报告上出。你爱离开家？佣兵，啊？够了。我有一个会当补偿的办法。无，梁信和，因为我会记着伊。伊要
清水遐尼一个代志，意外贵宾，你想要看啥物？你看这谁？你想要伤害伊？感觉因为你感觉发生日本之身上的代志。啊，还有另外形式啦。好啊，第何时啊？从哪回？啦，多少钱？大概的阳性核弹。好，所以。有新闻，没发新闻了。应该还发很酷啦。哦，安尼应该浪费时间，你放有点早啊，浪费了。阿伟，阿伟，来，兄啊，袂当就遮讲哦，搞成久啊！无进风周太平甲林进虎。
想看啊，这3个人是。安尼要做啥？应该有无共结果。等下，迄个是啥啊？知影知情的人是啥？无进风得泽太明，泽太明吧？应该泽太明。这个对。好看，到尾仔来再讲出来。其实我感觉这真正是就掠迄个对话，就趣味。虽然选项无济啦，你至少会当看到哦，这个话是袂当讲，这个话是注意的，就会提醒。但如果互发现应该无变。看这物件人看，这是啥？哈？太和干去啊？哦，螺丝饼。哦，哈？无心回应呐，会从食。
两个人啊？哦，哪嘞？对位，对位有啥个啦？对位个对嘞。我今天这个时代真正就属于哎靠喂，来，我先。到底要安怎才对啊？哎，真正是，我就感觉就落。哦，对。哦。哦。哦。啊？为什么唔做算太平啊？怎想拢应该算太平啊？够奇怪。哦，这个人姓何？我以为是敌形种诶。啊，助理。天气。哦，执行长竟然在突击，被攻击。哦。35%，哦，是谁不？社会价值35%认可。哈？我无同意这种讲法诶，你甲人类当作是垃圾，对袂使。专门基本收容入来啊。哈？但这是像迄个啥物试验啊？难怪不？救世主的形象。哦。以为素有那种的。
小钱4款工地工地。台山周天新闻情报课，说明了小钱除了考虑到营区以外给的。其他的，哦，像话经理哦，这个要求不过。之外，你怎么走？结果继续拖伊。伊手下产是上歹的资产呢。拄找我去问下，今日平时问你做。迄应该是电话线啊喏。好啦。刚刚问出啥物，但是惊伊讲，我怀疑去正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问题，现实毋是理想世界。有钱才会当做代志啊，甲医生抬掉，对吧？是，会当，你个来看，会安怎？你遐看。袂掉。哎呦！来了。哇，开始玩 game 啊，已经玩 game。
感觉遮个代志可以能改无？我毋知。哈。哦，哦，我若讲买，我就买啊。哈？全部的款项是啥意思？会当后面行，老弟嘛有吗？有咧，哦，会当去六付诶，告诉我，那个。这到底是 PVT 角色？无像我是感觉讲大场面较少，但是其实是有聊的对吧？看者，洗洗。会当洗就洗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头一个行到这。无人诶，我靠，较空。哦，够大啊！我靠，真恐怖。有点难看。无人。过年不过年。团结，哦，团结，啊人，哦，发哥有啥物别代志通知我？结果开始来夹变数，我操！其他我感觉无共办公室资料。
这来到这。我就唔反对交通啊，我反对是无建立性来专业、性来专业上的交通。你刚才地位是安尼人吗？唉。大家。对啊，你爸拢乖啊。喂，哦，有点记得了。哦。哦，讲下态度啦，这态度最重要啦。唉，你讲，该讲无效啊。我想小搞，一定怕伊。哦对了，啊，我相信我有机会做这地位做错的决定。哦，哎呀，软体、软硬体拢通的拢是，还是无注意。哦，
我会安尼讲，当然是希望更较侪人会当理解现在是最佳解。好，错没错。我哋嘅偷蹭人嘅啫，應該是咩？我簽約，哦，佢簽約啦。我唔使簽，是咩事做？我聽啊。啊，無其他要做嘅代志。咱唔要簽約，無。無簽約就去你啊。不然呢？我要去錄無？我知影代志，應該是咁講。即係是開樓頂唔見。喲。伊嘛想要講啊，對無？講一個。係。但是你感覺家己會當改變我的想法，這個代志咯，我一款腦咯嘛。想法伫即個代志判破當中並無任何影響咱。這要講是話，我感覺講是話好啦。即擺講也是會使。
啊？安怎？所以要去做伊啊？伊头仔叫我接待人，我都。好，觉得。哦。受着当。啊？哦。啊？哦。哦，我真唔知有人伫小真受害。东西啊，就是那样物件。小金收容满完的90%哦，7赞3赞。哦。哦。啊，小金的地价换新请。哦。哦。哦。红卡讲出来。总部技术部门会长派，红卡起来啦。嘿，这是嘢啊！哦，这算机刷吧？这应该算机刷机。等下拷贝一下。
红卡。这样的。哦好 ，OK。点信了。啊？哦。哦。射井。创造这个位置。哈？伊就要调查我必须要摄伊，落下你的手札。哈哈哈！啊？你看未？啊？伊迄个时阵曾经有确定可能我老公的是不是？哦，伊也成10岁啦嘛，挺趣味的。哈？惊死人！才讲无那个吊话啊，有无？哦。两派。哦。红开啦。哦，老张牌的先到好处，老张牌的当数。小景改变，哦，那条。哦。少数组长。哦。哈？你哪会惊？哦。再见。哈？哈？够哦。啊。哦。这座工程无达到我的注意那度。
即摆我决定小金并毋是满腔权力真斗的中心。哦。哦，这也做你的兴趣。对啊。啊？哦。选择啦，你选择伫可能的危险到来进前，啥物拢毋做。你处伫一个巨大的体制，你用相信爱干。尽管这个体制并无公平，也甚至是恶意自私的，只服务包括你的特定少数啦。但咱犹原乐意接受伊，因为体制代表安定，代表千篇一律，代表一切可以预见。你感觉何种体制你都袂出代志？但这是毋对，任何体制拢有漏坑，任何漏坑拢会互有人滥用。这个滥用漏坑的人，总有一天会伤害着你，伤害着遵守体制规则你。你是咧躲过纪律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袂是迄个运气无好的戆囝，但是歹势，有时阵你就是迄个戆囝，今仔日你就是迄个戆囝，所以你必须做好准备。伊所谓准备，可毋是去改善去。推翻这个体制啊！我相信改变一定会更较好，相信你家己能带来改变，安尼毋想只会互家己更加暴露伫危险中。你该做的事，做伙滥用漏坑，加入强权结构去进行利用佢，更较大的漏坑扼杀，才会正在竞争者，这就是我爱做的代志，持续保有优势。你想要真正拥有安定安全的未来，你就爱比其他人清楚局势，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，最后徛伫其他人身上，而这是上安全的所在。所有人之上，那个毋是。这代表你最巧，代表你会当改变。当你为着一个目的不断的努力，到最后你啥物拢会做啊！这某种程度上类似修身底的限制，迄项。随着你身躯边自我理解将啊愈来愈多，你只会看到更较侪正在的，更较侪危险的世界，敢若比以往拢显得恶意，促使你不断。寻求更加强的控制人，你永远无法安静，永远感觉有人要害你，时时刻刻紧绷，找袂到一个时间，互家己的内心喘口气。所以我就请庆幸你有这种时刻。哈？哦，我背后跟我合作的对象英雄男性技巧过万强。哦。哈？现在我去追，有没啦？够可能。我今日办公室唔下班啊！我未上班呢，我今日无领薪水呢。哦，但是嘛，我登记啊。
啥？哦，偌济，偌济，哦，怎么拢会这？廖邦到底是甲伊有关的？哈哈哈哈。当一个人工智慧互创造，伊就会专心致志伫伊互创造的目的上，通常是满足咱人类的需求。但迄人类对人工智慧终极的追求，其实真正是爱有一个他人来甲咱讲爱安怎做，因为咱无想要更较想嘛，对无？毋对？对人工智慧来讲，人类的身体到底是一种高级的存在，也是一个早已互超越的过时的产物？我认为人工智慧不用追求模仿人类身体，但人类身体并不是相对于人工智慧的过时产物。人类身体完全是过无啊！对啊，新排除反应。世上所有身份至少拢应该是以生存为目的而存在。我认为人类是生存为目的。探求真理。客观的事实啊，伊只是人类自行赋予家己的当物件。我讲这所谓生命意义，人类存在的目的，伊的源头看似清脆，但其实只是单纯的混沌，这是人类身体。反好，大家无所在的杂讯，这就是人类身体，的确是。咱人生中充满无数的选择矛盾啊，无法专注伫单一目标之上。咱在乎的物件就这样，再加上咱每一个选择都互无数无意义的参数影响，譬如心情、身体状态，或者是体系。这导致人类变得复杂，也互咱讲的每一句话、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足独一无二。但追根究底，这并无意义，已经是复杂的。咱却把这形象美化成灵魂或者自由意志之类的物件，这种物有啥物价值？我无啥认同。生活的目的是生存，但这只是自然发展的结果，不是目的。生物像有资格讲生物生存，就是为了生存。目前讲生物存在，就是为了繁衍，就只有人类啊。讲是生存就是好事，这件事嘛是人类得出的结论。我话啥物？是不论人类有资格无？咱确实是安尼理解生物的存在目的，但这终究是人类家己的见解。意思是任何一个人类拢会当随时推翻这个见解。演化出一个超级文明，然后演化出一种会当甲宇宙归零的技术，还是宇宙循环？哈？总之，这个什么生物存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繁衍的讲法是足脆弱。没啥吧。
既然一切无意义，代表咱会当家己定义意义。好，你继续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会当家己定义啥物事情是有意义的，而这个代志是人工智慧做袂到。只要人工智慧会当互家己，会当家己互家己意义啊，毋是人类只拍伊的找出意义哦，然后伊就超越人类。问题伊就是袂使，大家想看卖？人类意志。买啦，做戏啊，真做戏。转过啊，做啊对啊。对啊。伊答应啦。现在。讲一个应该不要紧吧？我也不是之前我刚刚。哈哈哈。这边咱就亲像专门感觉，我感觉不妙。你来这？叶子呢？
奇怪，昨天迄时阵毋是有做一个代志？迄讲互比，我是讲伊应该做一个任务的图，就是一个任务的迄个啥物个，说明图啦，迄个微博的。对啊。哦。如果对，如果想要甲一件代志做好，却提出相反意见的人，迄我就容易对方产生敌意。为啥伊袂当理解我咧做的代志？我就感觉伊的代志上对了。哦，加油啊！最后加油啊！哦。哦。玩家代表对了。呀。
对啊，未讲过呢。来。哦，是啊，我讲，嘿嘿嘿，嘿嘿嘿。盖型恐惧啊！左后慢枪，是啊。哈？真男友？我只知影到最少个人的名，钟子酸，这些答案，钟子酸。咱无应该用以家己的时间去干涉，会评论别人的人生选择啊！唉，你并不知影家己过于主动的干涉会带来什么快乐结果，而你也不能替别人的人生负责。用心算林心蕊啊！够侪物件，抖音、婚姻、酒瘾、家暴记录、盗窃记录，那有无？这一块就一样了。两个？哈？看起来就无行。看好。等，我来，那怪吧，可以了。我去玩会吧。我去我拍影呢。
哦，哦，来啊来啊！哎，这边敢会无时间啊？我无看到，我够紧的。哦，没枪哦。标准就真金就真金属哦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来照来照。别等啊，别等啊，别等啊。啊，金德二。留互伊无区的一处飞去个。哦，棍壳其中一支乌刀白遐飞的新闻。啊，原来是交回的。哦，很紧哦，可以。要背神汤。哦，单紧点。三紧地区。电风卡底有窃听器。哦。挪威佬。
嗯，哦，哟，诶，哦，我面伫个头起哩，这台。啊？经理若加识发 PV 介书背落去，我够听的。经理若加识发，女识发啊？你若加女识发 PV 介书背离。诶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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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耶个，啊，原来这边就是处理。真惊！哦，伊袂怀疑我啊？这税比较济呢。这个有影好。哦，装遐着起来这定定哦，嘛你爱摕方向，要保护的会啥物拢无讲清楚。哦，啊，调一调。哦，搬回的人。哦。
靠背，那你会追文。你家在顶上怎样找？很帅。靠呀！中暑。哎呀！有背景我靠呀！哎呦！告白！好呀！哎呀！我干，救命啊！哇！以前真是硬啊，好不？伊就水。
哦，你毋知影伊代表伊迄是实在，甲伊相关的任何事件，伊对伊言就是一个代号，代表某一个伤害了你女友的坏能力。哦，老小。杨桃英，你是白话的。哦？哈？就这样。都行。这里讲些无确定的代志。因为台式多灵啊。OK。细婆温情的技术啊！哎呦！我的目的是带囡仔转去，把囡仔带去趁一段笔钱。你的目的只是阻止我安尼做，而且无希望任何囡仔受到伤害。同时，咱个想要开始对方无，当然，你现在只杀了我，去救遐囡仔，但是伊个手下讲，但是你死了，就甲你当做日子啊，这条。好。
广告开始甲你厮杀，你随时会去摕遐你那当做你自己。哈？我知需要保险小贵啊，那会当摕你啊，你要追踪迄台货车。哦，夹伫行进中的车辆方面受到车顶的影响有问题。我无讲要夹伫啊，咱只要追踪车到伊的经济地就好。对啊，我无讲迄头我都是。当咱找到因的经济地，你会无点担心？哦，你是只会希望因吼，遐受到伤害，安尼你才会得到你爱的把柄。我差不多是，你客观分析。哈？30个哦，农民团一般建议。笑啊！你别互白神堂影响啊！你即马受冲锋啊！我想我袂死啊，但是真看不懂啊，真看不懂到底倒位？我天！袂使，你安尼害我无法度找出个经济地啊！袂安尼做，哎呦，高呀 ！OK， 我时间说好你啊。就是你看这个啊，你才等一对个叫啥？你刚刚肯定我袂死啊！只有安尼才会当看保遐因安全。来做无啊？哎呦！啊，公司？哦，迄查某靠白查的，因为救助电话拢爱摕某一个公司号码，无你看，是无你嘛无用。透过电务招收这做因啦，也是有爱服务招收因成为客电话公司。啊？你说的算你对安尼对台合作对象，然后可无发生变小公司啊？我中心思想。爱相信，其实心里迄个小的是你个原本就无能够紧讲。我会当走，我说去，让我们讲的，你的西里啊，懂不？我干，小狗，来带谁这出来啊？警方已经控制掉了。啊哦，你拍下几个手哈？看你眼神，你已经处理好对无？你为一开始都无相信过我，无知影我自己的，到处为你输啊，对你来讲，咱这是咧计较输赢嘛。迄有滴，因为你是种怪物，所以才很偏激嘛。你既然想要搁想寻求意义啊，就厉害吧？因为
啊无人会理解，因为你点去，甲所有万千万万的事情拢甲我讲，是死哈，袂先通，是啊，到了该长尾的时间啊嘛，对吧？啊，靠背！啊，迄中间的那不是袂先通？啊？伊用动力增加东波控制迄个退行箭头。啊，迄种装置对传送效率要求就悬了，代表伊个有要去伊。伊本体隐形阵伊用叫，伊会理解的空间使用用氧停干扰伊隐形中介模糊武器，就代表伊无拍算留伫遮所在，伫遮选啊，我必须去用伊啊。然后就准备来报伊说，然后该这上良心流较好，我该会使做去对3边阵。为了了这种对话目标，可能在面哦。我这袂当看。哦，这个就精彩。这是钓椒吗？等下我过去。要不？哦，是的。啊？嗯哼。哦。哦。伊在行动吗？哦。
白仙堂毋摕遐囡仔为何讲要谈年纪低？哦。啊。好。白仙堂本身应该无啥价值，主要是惊进步表现。救队对万强这个做的代志，如何让这种进度？唉，这起来第二节一直打输。就咱啊，若是这个体质紧收动车，就咱才通勉强阻止这场纽扣的严重扩散。我只是，我还为咱就来讨论明仔载计划，我只是无想看你受伤。但我认为我做了认为正确决定。我当下发现是我有非常大的自我欺骗，事实上我嘛真正有我以为咱谈过这个代志，我甲你，咱随时拢会死的。这是咱，若是啊叫心理力，心理，你敢有看过我精神崩溃？就是迄无，所以我甲真正发生的时阵，应该较可怕。咱无时间等者，会使，因今晚无适合，咱先讨论接下来的计划，然后。你啥看着无？看我，如果你说好，我免讲，我希望你用这个代志进步。如果你感觉会使，那么你应该是休困一下，认真休息，你敢会使继续？哇塞，我无事，我听我只是一时动摇啦。哦？啊？安卡的秘密实施了。啊？300个人为自愿危险人体时间。探角刺激增加生人攻击的效率是。迷信哦，棍壳骗走无走的，背下无公民新闻棍壳背下无公民新闻，伊当中无我无可能记者不在就手。这样消息根本袂人注意，根本有人去找追。公开完全咧做诶代志，安尼因就爱上遐啦。近期对我公开官方调查甲诉讼会开始。因为会风声袂口啊，遐个人本来就无存在于公共机构，对万象来讲，伊甲因处理掉新闻几乎为零，是有个做法。简单伊信息内容袂公开，但伊爱停止时间对遐人做。万强无法度承认这个代志，政治甲运营遐年代，是遐个人事后指控，因必定袂互民警看待，只会用是以棍壳毒糖对应发作的反响。恁两个安全保障嘛，可能是技术淡薄。
我要求万千袂当对恁出手，这也恁解决恁的问题。我放过你两个风险，相比互我公开所有证据的效果完全毋是一等级啊！万千虽然做事无底线，但因并是基于恶意咧行动，因是立于驱动的技术啊，袂违反家己的本领。现在我甲伤害恁的身份提悬到因完全无想要去负担的新程度，因已经无理由伤害你。我？其实我无啥想要无要插良心的，讲实在的。哦，这啊，你竟然这啊？哦。哦。啥物拢无发生。单方面公布万千的乌料，绝对毋是理想的选择。对我来讲，即使无讲我做讲笑，即届谈判会互万千意识搁家己说啊，说啊，伊爱高长，会有可能搁结婚，因此伊会避免搁犯即种恶性事件。今天来讲会当引起万千更好。哦，了解。你要发生代志跟他最近。哦。雇主的交易破了，就伊就样着，伊无想要互万千，伊无想要互万千理解。叫的时阵可能就是在线上对，拄着就正面其实回答互医生甲回帮手有机会传到伊，迄个嘛确实如果伊机会发展，只是对，就是这样情况。伫我的计划计算中，我伫未来能对社会带来益处上高遐个感觉。相比一个囡仔受到伤害，你比赛，我感觉这傲慢啦，我个人只是为了确保我伫上危机的时间会当积极做出破。咱并非随时拢拥有亲属实力的医用。这个代志不要，是我强烈建议你莫往下对问，因为下手这个做事不得不做，你安心对伊，就是我必须讲这听起来就比较可疑啊。
但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对我分析安尼做什么工作，哦，这也是我希望水情的代志。到底安怎？我今天睡到这，也要跟你保持那么想。然后讲嘛，就正常你有反对，我知叫你确实有定期历史的企业，但我会当保持实际上我并无听民意，你看就无道理啊！我真讲这，历史上啊，免当补救，免补救，这厉害。我讲袂，即使我甲恁讲，遮嘛会，也只会加深你的疑虑咯。完整个解释了，咱来看啥款方面啦。尽管可能是非常之低，但一旦有人知影这个资讯，你互政府咱所有企业目销的抹销的对象，伊是我的同僚，是迄个像是亚博科文最后私下出发的。真的是这样，我就肯定。哇，你就跟起的咧，听啊，我觉得，就是我应该说我安尼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你的疑虑，确保明仔载危险行动会当建立伫更稳固的信任之上。这是你的选择，我已经将风险如实甲你讲，对不对？我其实是一项祖母的职务，并无听您利用起啊。球队内底定期的俄罗斯看，这件事情对其他队伍来讲拢是弊病。去做保姆是恁球队领袖的代号，这遐个并无危险。对这样政府的企业来讲，球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，伊会当好诶，若是直接武力规定，同时嘛是无限制，突出进步的保证。为了确保所有人通适度使用工具，因需要一个绝对中立的管理员并行甲维护。祖母就是这个工具的管理员。企业上大件的是，这个管理员使用工具对付所以各大企业对球队拢无人提到奖控，基本上球队也是由祖母把持。简单来讲，企业严格禁止祖母培养士兵咯。但一旦任何一家企业知影祖母士兵的存在，伊会即刻处理掉祖母任何地区。我你，若是祖母弟弟理解士兵的存在，甲人讲啊，那是我无确定。但伫可能性较悬的无数种评分市场，恁拢有靠。我知影我若无弄清楚，你就无可能会认清。我也是无认为这样讲。这个更加侪资讯有时阵是好代志，尤其咱这个领域尤其是，安分守己、听命行事是大多数人自我保全之道。安分守己，我知影，但伊毋是士兵的一员，伊是除了伊就巧。当然伊也足清楚家己为呢。良心，
啊，第一步骤是意识的统一。该做人爱会当伫无互控制的情况下，家己自运用身体，就必须爱决心将脑中的两个意识统一。啊，这我是所讲，该做人互控制时阵，记忆会模糊化，倒伫你的主人机破碎。接触特定回想起你互控制时的记忆，你就通意识的主导权去完全控制身体。这样就是。爱能回想确实的记忆，所以首先你爱意识到家己确实的记忆。当你互告知家己改造你的行为是这个步骤开始。这想法出现了后，你的脑中是实力的控制系统就会开始动作无思考。你可能也开始时不时看到一个虚构的场景，一个房间一片草原，一间别墅。看我这个零的手机弄你必须透过从拐入迄个空间时阵，吹到出口里。迄所谓出口一般的大脑建构类似一个藤啊是这门之类的状态，但是爱拍开这扇藤，迄才是门，你需要非常清澈的意识感到坚定的意志，这是咱所要训练所在。我刚才我已经去过了，这是有可能的，毕竟已经知影个是该做。新闻是。如果控制的时阵，改造原本意识控制迄所谓甲上开，这是毋是代表有另个意识该应该做对？大写身体做是我来意识，定无意志，这较重要是身体控制是种我来意识。迄是我最后一次控制。大多数无册了，阮随着精神训练，你也能伫互我来意识控制时，甲伊一样强行有劲加上空间中，这是我最后一个控制。我人伫个总部，徛伫总务甲集中重要的信号，我突然感受到强烈的抽离感，开始无法感受到家己身体。然后我缓慢也去步行准备开始，我今日伫家是看这一切。突然我心中一股怒意涌现，刷来我就用某一种诡异的方式甲我来意识有劲了解迄空间，应该就甲伊的，但伊话不可以意。然后我车开，我抬死了伊。但自迄之后，我再也无创造，嘛完全迄条即副，互改造身体的力量。我的意思是这意识统一的进度会比我意识更紧。老实说，我之所以希望家己斗相最大情况是出于我家己心情，我希望保护甲家己同款的动力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帮助你上重要的目的，也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代志。你不应该因为非自然的改造，然后拔断生命就减轻。考虑到接下来发生的代志，你变啊就不错。一旦距离介入，你的选择就无错。我希望你能有信念。我信你起码会知影是。好，我家己无法度理解你到底为何这。而我烦恼的是，你连家己拢无理解。我希望做正确的代志，我想我用这就是一个表明。一句话讲起来就简单，但伊啥物拢解释不了，敢毋是？我会为着心中正确的代志做出任何代志，即使这代表我爱做出非常丑恶的行为，其实我所重视的人完全无理解。必要之恶真实存在，因为世界并无完美，咱做是爱做取舍。而只要你开始取舍，你就爱为一切事物打上价值的标签，然后无从比较。
这个过程我互你显得足无情、犀利，就我理解。那你的标准是啥物？你的所谓的价值是如何定义？如果无清楚这，那要安怎信来解？我使两伊甲恁讲，我甲你讲我标准，我的标准就甲价值是安怎？因为伊是变动。对我来讲，正确或者讲正义，这是一种变动的价值。唯一通保证就是只有伊毋是恒定的。那边别人是呢？我想这个问题要问每一个人家己。不过我的确会通回答一款物件。咱即摆摕到信赖其实是一种义气，恁希望我的行动是绝对可以实现。比如我答应的代志就会做到，比如我讲袂伤害你，我就会做到。伊可以实现，你才有办法信任一个。但就是我讲做过，我是一个好定原则的人。我每一个决定拢处在伊当下，每一个当下的价值判断。我想要讲是，我为恁做是互明确的一切的特质是。我为伊任何明确一切的特质是，我必定顺求我认为正义，这点是无变。但你以为正义是啥物？可能我过去看对理解正义所需要的知识甲经验，也可能正义标准随着时代的改变。无论如何，我认为坚守一个既定的标准或者准则，绝对是无正义。所以你看就是吼。我今日不断追问你是何理由，就是因为伫我的眼内，你这个决定敢若拢是我不想情绪。我一直就清楚了解这个家己一样，你是一个自己的人，真是，但这足歹说互别人。是人就会用自身的经验去解读所有事情，无意识中咱拢会安尼做。我想讲的是，有一款代志，即使你身体力行，你身边的人也未必会相信，因为应该去做袂到。而且从无做过，所以伊无法度相信。应该手机给我啥物？我不可能。你是一个完美的，但你会怕毋是啊？你要注意这点。我感觉家己完全无资格自认完美啊！我感觉我完全无资格自认完美，但我认真甲你讲，我就可以。我。如果我想保佑的事，我会当选你离开。但是对我来讲，你是想，我想要甲你做伙，所以这就我会选你。可能对这个代志感觉内疚的机制，但是也无尊重我，知吧？
无论接下来发生啥物，我希望你拢知影，你会当有家己选择的接受，用我家己的方式，刚好。唔知。我感觉这就亲像迄种一般咱即马社会做工课感觉，我感觉有一个人最厉害，下班了佫会当交际活动，但我根本无，就这样一个人。无啦，物件哦。Hello He。人活动哦，啊，是速用地形的版本，什么物件？有咩安尼混？啊？是用迄个手背哦，那什么什么道理？啊，这是安怎？我都做唔捌。脑丢。武器招数上好才可以啦。个人新闻调查。我靠！哎呀，怕呀怕呀！你心态我唔捌啦，你啊只是一个近视环冲锋小鬼啊！不能明白是非啊，总是受敌界强硬啊，思考代志拢无够深刻啊，又搁天真搁放无。你总是去希望事情变成安怎，而毋是去理解事情会可能会变成安怎。你无家己的信念，无家己的想法，只有用甲情绪。即个案足敏感的，小小差错就会造成足歹默读的效果。你对运算产业的收分非常容易破坏咱的行动。咱拢足清楚一再强调，甲个人情感带入行动的危险。有一寡代志就是体能嘛，有一寡代志就是在做。无论目标甲安怎进动，只要你的手段会造成无辜伤亡，就是不对。但你就是记住面对这点，伊咱无时间等你大汉。显然咱也不能放任你破坏干了这个行动。破坏干了我这边，你我毋知啊。毋知你咧运算学生做小动作。食饭啊！我食饭，我插你啊！
你即种物件，技术听着技术灵动啊，无到关键的时期，你无法确定伊家己是否真正相信，免摕我即摆直接对伊用讲的，你也未必宁可会接受，并且会想反驳抵抗。所以林无论如何拢袂讲出我拄则讲的遐话啊！伊坚持你爱亲身体会了后是对，因为用讲的即个本末倒置，我了我啉袂掉。哦。安博哦，无是猫是被正常程度，全就奇怪，破坏杀戮啊！连倒过来讲，这要保护交易现场，保护基于失事的人员，这代表啥物？唔知影。是啊。对，花莲咯，花莲人啊，13区。其实这也相几秒，我要紧吧，应该讲灵异相几秒。奇威。哦，这名的，哦，这个代志哦，哦。哈哈哈哈。哦，伊也是记住的无所以，那我也尊重伊啊。哦，好好好。
这只是一句要求，毋是一句道理。伊只是要求。啊！什么行为效益主义者认为，只要恁的行为带来好结果，就是正确的，结果毋是。哦。OK， 哇，直接来，免困了。哦。啊？哦。哦，伫即种气啊通敌的破时代，得罪了因，就是以任何形式过度去引导因的注意啊，下场那有非常凄惨。但是差不多无合理。人会动，哦。哦，你熟悉的人，拢袂使这样你过去遐。看来是一个重大的选择。都无人。一定要咧。嘿，那个。哦耶。
架去哦，是气多少？这是有极端啊，这种想法是有极端啊。哦，哎呦，啊，静怡这点我意。如果我接受到林志玲对我的看法，我真正就会就是安尼真正都袂使吗？这种伊个选择。那一些票面通过的传新，做爆的地方一些。但你袂当代表因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袂当3天决定。若是因真正要想要复仇，是啊，所以有因责啊，对。好的。是甲做无共啊。哦，到现在细死这样，这才成就了，后悔了。可以让我们要这个，哦，哇，啊，够惨，但你还没生气讲。我废了，够没？啊？你刚基本上你就趣味啊？你刚才要做啥？你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心情过，就是这样。你爬山有这样。我就知影，你就是内鬼。看风的专辑自由的时阵，袂想到出现的瞬间，我动摇。
嘛是假的，靠呀！粗糙的手法，我只是好奇冲入来看尔，你会发生这种代志？哈？哈？我是做纪理的，这个代志的重点，我一种伤害着你的物件，所以我一直拖延。是我才会保护你，保护你个笑。为了这种代志，你互我造危险，你嘛是咧东坡，落火我造危险，本来就是来当个一幕。你今年图书馆伫倒位？只趁够啊，退休咯。我从来就只知好你有教有用啊，项物件。我从来只知好你敢会受伤，无讲讲过。到底是创啥啦？哎哟，一个查某互你个尔安尼做，你就清楚伊是有安排互你的物件不妙。伊甲你讲嘛，像你有啥伊只是讲一件你绝对袂搞到的代志，但你只能接受。安尼伊就知影你是倒一种人。做某即届敢若非常有信心的。佮一届对伊的测试，也只有这个可能。你是对我一部分，也是甲我同款的受试者，应该我敢会知影。以上我不懂啊。现在去反悔我，因为你从来无有历经测试的意义啊。你总是以为你会当不断克服所有阻我失害的难题啊，但你不能，你就是不能。做一天你会变，你互变做出选择，也只有迄个到来，测试才真正算完事。我都会知影，你是知影，但你无体会，你从来都无体会过。咱都做了选择啊，你个选择较全，然后咱无意义，但你无，就是因为你无，所以我甲保证，我比你更清楚以上。你将来一定会较全，然后你就会改变，一个你的方便改变。不过我无希望你看到你改变，以上，真正答对。你知影我做过？那一寡垃圾的选择，你知影我杀了偌济根本不该死啦，我带了偌济个未来，你嘛知影，伊迄了后我至于变是啥物款，我必须建立家己，迄变建立完全保护家己。即使是安尼，我永远无法度心安理得，我永远困袂去，永远厌恶家己，因为完全无法度保护你，我连规只终究会保护，甲别人。会使随原转的物件防卫家己的唯一准则，只是另一种迷信，伊无可能停止你的自我怀疑。那个安怎做才是哈？我毋是为了互家己停止怀疑去追求正确，正确是一种结果，无应该是目标啊。我的目标一直是尽可能挽救更加侪人，更加侪的事情。你目标是找回会当心安理得的夜晚。伊无论是倒一项，拢毋是追求正确能达到。咱所做的是理解家己，理解世界。最后做出家己认同决定到迄时，你才会完成家己的选正确。这种过程本来就是充满怀疑甲困惑，我嘛总是怀疑家己，所以这侪时阵我的正确还随之改变。对我来讲，无时无刻的自我质疑已经也应该是一种常态。我开的每一枪，使别人留下的每一智慧，才能互我不断怀疑家己有咩痛苦。但对我来讲，这才是令人放心。只要我咧怀疑家己，也咧怀疑家己啊，我就也是当随时修正，去弥补我所犯的错。我袂否认家己行伫一条绝对的道路上。
因为迄种堕落的情形，人只会对家己犯下的过错视若无睹啊。我袂有改变，但是这是结束。我也是今晚的我补一，唔去面对本身就是一种选择。只要要在乎，都不可以平静的。因为这个真正就是无哈？我做下自己想要算一下尔，结果真正入去啊，惊死啊！天啊！给算。哦，这个真正是足大个，量足大个，对吧？就算无人控制我，迄个伫外口生活大时间嘛，毋是我，因为迄个我并无知家己互控制过，伊无我现在脑中的想法。现在这个我从来无真正存在过。对我来讲，我为有意识以来，就已经互关伫这个房间内底，所以伫咧出现静静。哈，
哦，安尼，我继续要开始迄个啊，无。结束。靠天。先安尼吧，所以袂歹啦，袂歹。最后开应该是后礼拜，无啦，即礼拜啦。过年之前一定会开啊。等一下。